现在我们来继续学动词后面加这个 particle 者，这个者的另外一种用法。在现在我们要学的 context 里面呢，这个者它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话的人 request 要求、命令听话的人持续做一个动作行为，持续做到他的命令结束。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子，你们看着我，不要看书。这个说话的人在这个句子里面可以知道我在说话，你们听我说话，你们是听我说话的人，那我命令你们做看这个动作。我希望你们一直看我，看我看到什么时候？在这个句子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看到什么时候的讯息。这个句子我们只可以知道，我命令你们现在一直要看着我，不要看书。那持续看我这个动作，持续一阵子，所以我们就会用看着我，一直看到之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以不看我，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不看我。我们再看这个句子，大家听着，明天一定要准时到。这里有一个 speaker， 他说话，他跟大家说，而且他也请大家现在呢做听这个行为动作，一直持续听这个 speaker 说话，直到他把这一句话说完为止。他要跟大家说的话说完，要大家注意听的话说完，所以他就用大家听着，明天一定要准时到。他命令大家持续做听这个动作，等他把这一句话说完，把他要说的内容说完，再停下来听这个动作。大家听着，明天一定要准时到。我们再看这个例子，你看着我，刚才你说的是真的吗？在这个句子，我们可以得到我是说话的人，那我现在呢，要求你做看我的动作。那你看我要持续一段时间，直到你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后，诚实的回答我这个问题之后，你才可以停下来看这个动作。你要回答我什么问题呢？我问，刚才你说的是真的吗？从这个句子里，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整个 context 是你刚刚说了一些话，告诉我一个讯息，我不敢相信，所以我要确认，刚才你说的话是真的吗？那我希望你听我问这个问题，和你回答我
这个问题的时候，持续看我，持续这一段时间。所以我说你看着我，我命令你在这段时间一直持续着看我，看着我。我们再看这个例子，你在这里等着，他们马上就来了。说话的人呢，命令听话的这个人，你命令他做什么？在这里等着，命令你做等这个行为动作，而且要持续一阵子，持续到什么时候？持续到他们来的时候。那我顺便要表达的一个讯息是，你不会等太久，因为他们马上就来了。希望你等着，他们马上就来了。在这个句子里面，说话的人希望你这个听话的这个人做等这个动作，持续到他们来的时候。动词后面加着，有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一些讯息，那从这些讯息当中可以了解说话的人要求命令听话的人做什么样的行为，然后做一段时间持续着。我们下次见喽，拜拜。